你说拈花指不是佛门武学，那少林绝技都是什么？你使的那个不是。但见虚竹旋转右手催动小无相功，他模仿旋技的招式也拈起3片树叶。虚竹对人攻竟没有正对鸠摩智，而是朝无人处弹去。只听树叶撞击大钟连发3声巨响，虚竹这3下指力令众和尚惊诧万分，就连鸠摩智都不由赞叹：好功夫！你来接我一招般若掌。说罢，鸠摩智立即摆动飘逸的右手，此掌法正是般若掌中的峡谷天风。虚竹满脸不屑，只是微微一笑。他继续施展小无相功，模仿鸠摩智的般若掌。2人当即互对一掌，将掌力朝对方急吐而出。双方这一掌竟然不分上下。鸠摩智看出虚竹所使招式也是小无相功，并且功力还在他之上。小和尚，我今天来到宝刹，是要领教少林武功的。小僧资质愚钝，少林功夫只学了一套罗汉拳，一套围陀掌，都是少林的入门功夫。而后施展出围陀掌的起手是灵山理陀。此刻虚竹身上拥有200年功力，哪怕是少林入门功夫，他也能将其发挥到炉火纯青的地步。鸠摩智见状丝毫不敢大意，他立刻施展出般若掌的上乘武功，而后双脚点地，快速朝虚竹急冲而去。小师傅，服了吗？少林连环腿。鸠摩智以为已经将虚竹肩头击成碎片，哪知虚竹有北冥真气护体，抖抖肩膀一招将其化解。鸠摩智见状再次朝虚竹攻去，他连出2指哧哧有声，此招正是多罗指法。虚竹知道自己用少林入门功夫不可能打败鸠摩智，于是当即施展罗汉拳中的一招黑虎偷心。你怎么老用黑虎偷心这一招啊？虚竹不给鸠摩智喘气机会，再次袭来。鸠摩智也不甘示弱，立刻变招。他用左手抵挡虚竹攻击，右掌即刻画出一道火焰，然后用力朝虚竹袭去。燃木刀法，他真会这么多少林绝技啊！虚竹顺势一脚踢飞巨石，鸠摩智见状直接一掌将其劈碎，接着再次施展燃木刀法。情急之下，虚竹纵身一跃，飞身躲避。为求自保，他只好朝佛壁飞去。鸠摩智见虚竹逐渐不敌，便对他穷追不舍，而后一连使出大智无定、只去烦恼、只记灭抓等6、7门少林功夫，对着虚竹双眼咽喉快速进攻。虚竹一时之间手忙脚乱，无从招架，只能边打边退。打来打去，他只能使用那招黑虎偷心，可每次总是差那么一点。又见鸠摩智双腿连环顷刻间就朝虚竹胸口连踢6腿，如影随形腿。不等虚竹喘口气，鸠摩智继续飞身袭来，然后又使出少林72绝技中的龙爪功。鸠摩智找准时机，立即抓住虚竹2根手指，反手将他擒住，让虚竹不能再使出黑虎偷心。龙爪功，对，正是少林72绝技中的龙爪功。